弟兄姊平安。咱来吟今仔顶部礼拜所要吟的圣诗，头一首新圣诗第222首，上帝做阮代代帮助，咱一个吟就好。第一节。来，上帝做阮代代帮助，也做将来毋忘。互阮闪避大英风台，应念安稳所在。第六节，上帝做阮代代帮助。将来毋忘，拄着艰苦求你照顾，对阮永远问候。上帝做咱代代帮助，不管是咱的时代，不管是咱，还是咱的今日世界，上帝永永远远拢要做咱的帮助。咱这首诗真心吼，就可能咱自囡仔、自少年，甲咱拢一直咧吟。咱搁来吟一遍，第一节来。上帝做阮代代帮助，咱一个吟就好。上帝做阮代代帮助，也做将来。搁一首新圣诗第551首，好打好打认基督。第一节来。好打好打认基督，咱互耶稣救赎，正直也关顾。明着对地高对地行好，命着连连为地是万国拢归途。第一节过来，会晓吟四步，咱就四步来吼。第一节过来一届，好打好打认基督，好打好打认基督。咱互耶稣救赎，天气也关顾分赐，毋准伊命受着，自带阮明着对地高对地行好，命着连连为地。万国拢归基督。大家平安，平安。今仔日是一个真水的日子，咱真欢喜来到日主的面前。咱请咱的兄弟做起立，咱用上欢喜着调的心情，做来吟诗来学乐咱的主，在这里。神的子民，今晚这回来。神的子民，何以聚集？热切期盼遇见你。天要敞开，神的大
里，在这里，耶稣你现在在这里，我相信，我相信，喜乐的江河在这里，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将显明，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。神的子民啊，你就会来。神的子民，合一聚集，热切期盼遇见你。天要敞开，真理道传遍，因为我们渴慕寻求你。在这里就会来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耶稣你现在在这里，我相信，我相信，喜乐的江河在这里，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将显明，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。神的灵，神的灵在这里，这里就有自由，神灵自由运行无止境。依山倒海信心，坚定不断升起，期待伟大神作奇妙事。再一次你的灵在这里，这里就有自由，神灵自由运行无止境。依山倒海信心，坚定不断升起，期待伟大神作奇妙事。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耶稣你现在在这里，我相信，我相信，喜乐的江河在这里，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将显明，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。再一次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耶稣你现在在这里，我相信，我相信，喜乐的江河在这里，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将显明，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，荣耀彰显，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将显明，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。欢迎咱的主，咱的宝贝主耶稣来到咱当中，伊的灵甲咱做伙伫遮，甲咱做伙欢喜，当心伫遮住进，嘛为着咱这块土地来祈求，兄弟做伙来。为这个土地，愿献心祈祷，愿主的真理那更传袂偏照，为这个城市，愿谦卑恳求，愿主使我命，互阮骨了地球。做伙来，愿全力去背兄弟，你辛苦甘霖，愿颂扬甲悲伤，拢离开阮心中，愿全力去背兄弟，你旨意的正，愿望甲喜乐，永远踮阮心中。为这个土地姊妹来，为
一个土地，我深深记得，我主的真理，那更全地偏照，为一个城市，我跳比困求。愿主赐我命，互阮骨肉里做伙来，愿全力体被上帝，你辛苦工人，愿颂扬甲美颂，拢离开阮心中。愿全力体被上帝，你旨意的正，愿毋忘甲喜乐，永远在阮心中。感谢阮的爸爸，你伫几啊当前，就带领国成牧师甲怡娟牧师来到伫阮的中间。伫疫情上较严重，教会只有剩3个人、4个人、5个人咧，会通好稳准来做礼拜时，阮伫安尼艰难来经过这段时间。伫疫情过了，嘛感谢主，你带领着阮全教会做伙来发动，做伙来迎娶教会150周年。嘛为着这个庆典，全教会拢振动起来，为着主你的疼，为着主你的疼来宣扬，来带领着大家来分享，来认捌你。主啊，阮搁一摆感谢你。虽然国成牧师暂时要刷到着台中这个所在来继续服侍，我若要恳求主阿爸爸你，会通啊继续为着罗州这个所在来关顾，来带领。阮知主你要成做阮的引带，毋是因为国成牧师甲怡娟牧师，嘛毋是因为今仔日柯主同牧师伫阮中间，是因为主，你看伊，你笑脸罗州这个所在，你看伊笑脸罗州这个所在，正的今日时节要伫遮做伙来同心敬拜。主啊，阮搁一摆将阮的感谢祈求献伫你的面前，做伙来。愿全力体被上帝，你辛苦工人，愿颂扬甲美颂，拢离开阮心中。愿全力体被上帝，你旨意的正，愿毋忘甲喜乐，永远在阮心搁一摆，愿上帝，愿全力体被上帝，你辛苦工人，愿颂扬甲美颂，拢离开阮心中。愿全力体被上帝，你旨意的正，愿毋忘甲喜乐，永远在阮心中。你的上帝，你是永远的小伴，姊妹做伙来。有你带我拢总免惊，你的手轻轻牵我，你永远放肆我，用我一生，予你的旨意成。大兄弟做伙来。你是永世的上帝，你是永远的小伴，有你引带，我拢总免惊。你的手轻轻牵我，你永远袂放肆我，因我一生予你的旨意成。兄弟来，安静咱的心。我的心安静，伫你面前，
聆听好听你的声，我的心安静伫你面前，我聆听好听你的声。我姊妹来，我的心安静伫你面前，我聆听好听你的声，我心安静伫你面前，我聆听好听你大家一摆来安静咱的心，我的心安静伫你面前，我聆听好听你的声，我心安静伫你面前，我聆听好听你的声，我的梦想，我的梦想，我心所听，帮助家己，互你做。你是神奇的上帝，你是永远的相伴，有你引带，我拢总免惊。你的手轻轻牵我，你永远袂放下我，因我一生互你的这个家。你是神奇的上帝，你是神奇的上帝，你是永远的相伴，有你引带，我拢总免惊。你的手轻轻牵我，你永远袂放下我，因我一生互你的这个家，因我一生互你的这个家。听阮的主要做，阮满心感谢你。伫阮的中间有兄弟，因对伫郭成牧师甲伊娟牧师离开，感觉毋甘；对伫两位牧师的离开嘛，感觉淡薄的担心、烦恼甲惊吓。主啊，阮知你要诚做阮代代的帮赞。你嘛要诚做阮有关系的帮赞。主啊，我要将阮的软请摆在你的面前，望主你的同好照顾阮，带领阮，带阮经过这个阮可能感觉无真舒适的这个时站。主啊，阮将阮需要的一切，阮的软弱，拢摆在你的面前。阮的祈祷，拢是奉靠主的圣尊名。阿门。
两甲我，你因为我的孙权就扶持我，互我永远徛伫你的面前，着阿罗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，对永远到永远。阿免搁阿免。这是咱来吟信诗222首，咱来吟全首，请起立。上帝做阮代代帮赞。大家请坐。这是咱同心来祈祷，听阮的天父上帝，你伫阮中间来掌权，你所设立的罗州教会，你所拣选的囝儿，今日来到你的面前，要来领受你的话语。主啊，求你的话，搁一摆来充满阮，互阮定心得到快乐。主啊，阮仰望你，阮学罗你，我用真实的心灵要来敬拜你。主啊，罗州教会大大小小，拢是你所亲自竞选的，你无拍落一个。求你的灵带领阮头前的脚步，阮身体有欠安的，你来医治；阮心肠软弱的，你要互阮来永驻。主，因为你的话带着快乐，阮逐日来仰望你。阮来到教会，阮是来注目伫上帝。主，阮感谢你帮助阮，互阮的心永远来跟对你，互阮的灵永远听到上帝你对阮生命的呼召，甲你的旨意。主，有时阮袂当明白，总是上帝你的旨意关过人的旨意，你的道路关过人的道路。主，求你帮助阮，互阮会当知阮家己的罪，互阮搁一摆伫上帝你的面前，用你的耶稣的保护洁净阮，互阮的性命哪来哪失结。主啊，虽然阮无完全，总是上帝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，阮的性命要得到完全，阮的性命要得到得胜。主，感谢你，求你的灵大大来带领罗州教会的脚步，互阮伫你的律例内面，一切拢是顺着上帝你的旨意来做。主，阮感谢你。今日新的主日有歌牧师来到阮中间，为着教会甲社会的奉献，伫即中间要来报告。
主你嘛感动阮，会当为了这项事来祈祷甲奉献。主，阮感谢你，阮还未开始大声，阮所有的敬拜，阮的服侍，一切的讲台拢交托伫主你的身手，圣神大大充满伫这个所在。阮安尼祈祷是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听我祈祷，主听我祈祷，主听我祈祷，想使阮平安。阿门。这是咱来拍开《圣经》史后壁面第29篇，诗篇119篇，刻印文，我来刻恁来印。第1051页，行为无通指责。坐声，即款人真有福气，听咱上主的教示。坐声，即款人真有福气，少年人着安怎互生活顺捷？上主啊，我要专心找求你。我将你的话放伫心内，求你开我的目睭。我的心悲伤到要喙去，求你予我无行虚假的道路，求你予我袂意爱虚假。伫患难中，我得到安慰。我受管教对我有利益。我若毋是意爱你的律法，我实在真意爱你的律法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你的话一个过水就发出光，你的公义线到永远。这是咱圣歌队要来献诗，我要学乐。我
这是咱请起立，用主教是咱的主导文来公道，请。你的名是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正，伫地里像伫天里。阮的日食，今日予阮，赦免阮的过犯，亲像阮老赦免过阮的人，无得带阮入地去，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，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。这时我来恭读今日的圣经节，记载自马可福音第16章17节甲20节。马可福音16章17节甲20节。信的人要有这个信力对因，就是托中我的名赶鬼，讲新的腔口，掠蛇，也是啉着什么毒，也拢无伤害。佮用手喊破病的人医就好。主耶稣甲因讲煞，就得到接纳上天，坐伫上帝的大屏，学生出去，逐所在宣传，主甲因做工，用对因的信力证明这个道理。阿免。是咱要邀请歌牧师来讲道，伊的主题是赢过撒旦的溃力，这是愿主祝福，讲的甲听的边边得到利益。各位敬爱兄姐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教社奉献主日，非常欢喜来到咱的教会来正道。愿主会听喜乐平安，甲咱伫地，咱同心来祈祷。亲爱天父，求你予阮专心倚靠你，予阮专心实意向你恳求。全能的天父，天地的主，求你教导阮一切天国的代志。以及地上的责任，互阮伫上帝的真光内面，会当忠心你托付阮的代志，专心仰望你，互你的真光甲活命伫阮内面。活命的恩就是上帝你家己，伫人心内，互阮体验。赐平安的上帝。你必赐恩惠，互阮有意外的领受，并且你必保守阮的心怀意念，互阮伫你的厅内面有意外的平安甲喜乐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有一间国立艺专设立伫郊外的山骹，附近的村民。因为对音乐拢无趣味，更加无了解西洋音乐。当音乐学校创设了后，有女学生、音乐系学生常常伫透早4、5点，就披头散发、留长头毛，徛伫山顶伫遐咧练习声乐，练习发声，附近的村民却认为这是什么人咧叫？查某鬼咧惨叫，哇！拢惊甲皮皮喘，惊甲魂不附体。虽然经过校方不断的解说，经过1年后，村民才确信这是人咧唱歌，毋是鬼在叫。各位，这段女鬼。查某鬼惨叫的故事，咧提醒咱一个问题：伫人的心目中，是惊鬼还是爱鬼？圣经讲，恁会受着魔鬼，亲像嚎叫的狮，遍地游行，
憔悴通吞食的人。也佮有孔子讲：敬鬼神而怨之。另外，墨子嘛怨恨人，因为无相信鬼神，致使到天下大乱。请问，你相信世间有鬼吗？你相信世间有鬼吗？所以，伫农历的7月、鬼月，今仔日的礼拜，我特别要借着马可福音第16章第17节到第20节，要甲大家来思考一个题目：赢过撒旦的能力。真正有鬼吗？真正有鬼吗？万一真正有鬼，咱要怎样才会当得到赢过撒旦的能力？有3个方法。第一，奉主的名赶鬼。首先，上帝话甲咱讲，要怎样才会当得到赢过撒旦的能力？头一个原则就是咱会当奉主的名赶鬼。咁有影，咱来看马可福音第16章第17节。马可福音第16章第17节，咱开声来读来。信的人要有这个信业底因，就是托中我的名赶鬼，讲神的腔口。请注意，奉我的名赶鬼是什么意思？在描写伫基督内面赢过黑暗的关系，特别赶鬼这2字。请问，我阁问一解啦吼，请问世间有鬼无？世间有鬼无？圣经描写始祖亚当夏娃为什么会偷食禁果？是什么人引诱伊犯罪？什么人？魔鬼撒旦。以色列百姓第一任的国王，什么人？扫罗。为什么要抬大笔？因为什么物件降临伫扫罗身上？恶魔鬼。耶稣洗礼，圣神充满了后，伫试探山拄着什么人来试探伊？什么人？魔鬼撒旦。可见上帝的话甲咱讲，世间确实有什么？有鬼。所以咱必须奉主的名赶鬼，才有平安喜乐的生活。阿们。唔信，请看马可福音第9章第25节。马可福音第9章第25节描写主耶稣赶出恶狗鬼。使徒行传第16章第18节。使徒行传第16章第18节描写保罗赶出迄个鬼，证明奉主的名赶鬼是行会通的。这是行会通的，就好亲像亚但亚兰见证，伊已经是一个肺病的患者，无适合负担沉重牧养的工作，就安尼被指派负责管理一个小村庄。迄个小村庄伫当时无简单是丧乡困苦的家，同时也是一般精神衰弱的人，甲一寡未伤害人的精神病患的家。当伊伫小村庄咧牧会的时阵，伊开始为着遐伊所负责照顾的病人祈祷，而且上帝听伊的祈祷，互所有的病人医好的事实来鼓励伊，互伊更较扩大伊祈祷的服侍。有一天，伊背出马可福音第16章第17节到第18节，成做伊讲话做代志充满大气力的根源。信的人必有神业对着因，就是奉我的名赶鬼，讲新方言，手会当抓蛇，若啉什么毒物也袂受害，手看病人，病人就好。无偌久，伊知影，遐个不幸阳性的人、精神病人，拢是因为被外来的邪灵所占领、控制来引起的。迄个邪灵毋是别个，乃是魔鬼的首领。渐渐，伊得到勇气，靠着基督得胜的名攻击这个魔鬼。
已经甲明白，因着基督的名所施行出来，气力是何等的伟大。第一看来，基督的名是一种无敌的武器，无单它是进攻的武器，更加是防守的盾牌。捌一届对少年的牧者讲：“青年人，我对你只有一句勉励的话，迄就是将基督的名放伫魔鬼甲你的中，魔鬼就袂当通过了。”抑有赵永基牧师，咱真侪人拢了解，拢捌伊。伊是韩国的教会，第一大间的教会，信徒啊，要成百万人吼。赵永基牧师见证讲，有一届伊伫英国参加奋兴大会，这场聚会是伫戏院举行。参加的人好亲像灵命真佳，当伊请因讲哈利路亚，无人反应，点姊姊。因只是坐咧看赵牧师，好亲像无介意听伊讲道。正道完，赵牧师邀请病人到台前祈祷。有一个少女就行到头前，伊开始哭。伊讲牧师，哇，我袂当食任何的物件，我有严重的胃溃疡。虽然看真侪医生拢无起色，你为我祈祷好无？当赵牧师换手为伊祈祷的时阵，伊忽然间大叫，赵牧师就讲：“我奉主耶稣的名，你得到医治。”魔鬼就对赵牧师咒诅讲：“韩国小囝，转去恁兜，我无想要出来。”赵牧师问讲：“你是几水？”突然间，一个声音回答讲：“我是魔鬼。伫我出来之前，我要害死这个囡仔。吼，这是规个病院、迄个戏院人拢安那，吼，惊甲徛起来。”赵牧师就讲：“你这个魔鬼，我奉主耶稣的名，吩咐你起来。”一个查某囡仔就发出安那叽叽叫的叫声。然后立刻趴倒伫涂骹，赵牧师就搁奉主的名扶伊起来，伊就徛起来。俄罗斯就讲：“哈利路亚！魔鬼离开了，魔鬼离开了。”这时，哇，真侪人拢走来到台前，爱赵牧师安那为伊祈祷。本来拢无要听赵牧师的话，对不对？看到鬼走出嚟啊！好，大家安那好，拢拼来头前要爱赵牧师为因的病祈祷。对第一天暗时，戏院好啊，会场客满，上帝的大气力也因着人开始超出上帝来彰显出来。各位，赵永基牧师赶鬼的见证咧提醒咱，在这个末世危险的世代，魔鬼的工作会增加。但是，当你奉主的名命令魔鬼出去的时阵，伊就会出去，因为基督踮伫你的心内。咱就是得胜者，阿們。路加福音第10章第19節，路加福音第10章第19節，主耶穌講：“我已經予恁權柄，會當吞大蛇甲熱仔蟲，佮贏過受得一切的能力。”第二點，奉主的名講新方言，繼續上帝話甲咱講，要怎樣才當得到贏過撒旦的能力？第二個原則就是，咱會當奉主的名講什麼？講新方言。咁有影，咱來看馬可福音第16章第17節。馬可福音第16章第17節，咱開聲來讀來。信的人要有這個信業對因，就是託重我的名，趕鬼，講新的腔口。請注意，講新的方言，講新的腔口是什麼意思？在形容因將來無講過的方言，也就是別國的話甲別位的腔口。這個語言的結構、音色、音調，對因來講攏安那，攏是新的。可見，佇這主所提起新的方言，對前後文的意思看來，乃是指引普天下的人所要講別國的話。是為着傳福音的需要所需的，是人人攏聽有的方言。
就好亲像五旬节的时，学生所讲的方言同款，是为着唔信的人做证据，证明方言乃是上帝所赐予信的人一种超然的恩赐。这段圣经讲到赶鬼、讲新方言，手会当抓蛇、啉毒米未受害、手看病人就好，等等5项代志。应允互信的人，拢必有这个恩赐。那是因着信靠主的恩典，照着上帝所分予达人信心的大势，按照达人所得的恩赐来有无同款的领受。所以今日福音甲咱讲，新约是要赐予遐个什么款的人？遐个信靠主的人。我阁讲一解哦，新约是要想赐予什么款的人？信靠主的人。就好亲像法利赛人，咱有印象无？好，法利赛人再三要求新约，对不对？但是主耶稣心中的声明，绝对无可能将新约赐予唔信的人。因此，咱必须要认明一件事实：上帝应允咱讲新方言，是赐予正教会、正圣徒所有信靠主的人，却毋是赐予教会以外的人，知影吗？不过，咱可能会问：主耶稣应允信靠伊的人，都有新约会当讲新的方言。请问，讲新方言的目的是什么？讲方言的目的是什么？《使徒行传》第2章第11节，《使徒行传》第2章第11节描写，就是为着知影上帝的作为，为着传扬主的国话，医病救人的好消息。请问礼拜久久，咱有常常讲新的方言，讲积极得胜的语言啊无？一位脑神经外科医师表示，脑部语言中心是控制整个的大脑。假使你常常讲啊，我是病人，那你破病就会安那，病痛就会安那。你若常常讲啊，我是病人，我病人，那你病痛就会掌管你。假使你若常常吐气讲我散车，我散车啊，我散车，那你散车就会安那？散车就会临到你，因为你所讲的每一句话，最后就会决定你的命运。举例来讲，出名港国车会的创办人，伊有捌患到严重的肝癌，医生讲伊活袂久啊。甲我以前同款，我以前有一只见证讲我安那，我有那活袂久啊，我哥剩3个月，啊医生嘛来讲哦，讲伊安那活袂久啊，所以伊就安那转去英国疗养。有一天，伊伫日头骹倒咧读圣经，伊的目睭落伫彼得前书第2章第24节，彼得前书第2章第24节，因为伊受的鞭拍，恁就得到医治。突然间，启示伊一个功课，伊想着讲，医生讲我是一个得要死的病人，圣经却安那？圣经却安那讲？因为伊受的鞭拍，我就得到医治。安尼到底我要听医生的话，还是要听上帝的话？我要相信医生的话，还是要相信上帝的话？当然我要相信上帝的话啊！无偌久，上帝的话开始掌管伊的喙齿、伊的规身躯，最后伊完全脱离肝癌的捆绑。各位，上帝话甲咱讲，若有信心，亲像一粒挂菜籽，就是对山讲，你着撒去迄落海，伊也必听叹。圣经内面有32500条上帝应允，有人毋讲上帝应允，却常常讲消极、苦毒的话，讲失败、软弱、可怜的话，莫怪愈来愈安那。愈可怜，愈袂顺，愈袂平安，因为因的喙齿常常讲消极的话。愿主帮助大家，时常讲新的方言，常常讲得胜、喜乐、积极的话，好唔好？请咱大家对我做伙讲：主是我的快乐，主是我的喜乐，
靠着主教我的气力，我凡事拢会当做。靠着主教我的气力，我凡事拢会当做。哈利路亚！请会记得哦，咱会当赢过撒旦的气力，就是常常讲啥物？讲新的方言，常常讲积极得胜的语言。阿门。第三点，奉主的名医病。最后，上帝会甲咱讲，要怎样才当得到赢过撒旦的能力？第三个原则就是咱会当奉主的名医病。记伫倒位？咱来看马可福音第16章第18节。马可福音第16章第18节，咱开声来读来。掠蛇，还是啉到什么毒，也拢无伤害。佮用手换病人，因就好。请注意，手换病人，因就好是什么意思？第指出，伫基督内面会当安那医治灵魂体的毛病，维持身体臃肿，灵魂兴盛。遐信主听主的基督徒会经历什么款的心热？会经历什么款的大气力？就是奉主的名，手换病人，病人就好。咱拢知影，主耶稣已经安那，现在已经高我上天。主耶稣现在无有通看见的身躯，但是主耶稣愿意使用你的嘴、你的手、你的脚。当你奉主的名换手伫病人身上，圣神的气力就会透过你的手到病人的身上，互伊得到医治。举例来讲，先知以利亚，伫列王记上卷第17章第22节，列王记上卷第17章第22节描写，伊双手安那拍伫病人身上，互伊得到医治，对不对？使徒行传第3章第7节描写，彼得伊奉主的名祈祷，佮扭着迄个出事就摆骹的人的正手，伊的骹甲骨头立刻安那好起来，臃肿起来。就好亲像伫美国有一位拉氏古姊妹见证，伊捌破病差不多4年半，伫久长的岁月内面，伊拢生活伫可怕的痛苦内面。伊看真侪出名医生，根据伊的判断，根据这医生的判断，伊规个身躯拢安那，规组拢安那，害了了，绝对无复原的可能。就好亲像我伫边见证的时阵，我讲我几个癌，5个癌，医生讲我有可能医好无？伊从来毋捌医好过，伊从来毋好过。所以这个大师姑姐妹嘛同款咯，医生讲伊安那，规组拢害了了啊，绝对无可能复原啊呐。当牧师进入因兜的时阵，正是食暗顿的时刻，伊就请牧师食饱了后，才替伊祈祷。牧师的回答拄啊好，表示伊的谦卑甲顺服上帝的特色。伊讲明日，上帝吩咐我伫这个家庭有重要的工作。伫我还未完成这个使命进前，绝对唔食盐啉。然后牧师立刻转往伊，极安静问伊对基督徒生活的经验，然后提供伊一句真简单的祈祷文，好亲像一个囡仔对伊的老爸讲话一样，恳求上帝证实上帝伊家己的话。牧师佮问伊讲：“你相信就会当医治你吗？”是。主愿意医治你吗？是。主愿意现在就安尼做吗？是。然后牧师喙内重复这几句话：凡若相信的，会当换手伫别人身上，因就好。牧师佮换手伫伊的身上。甲上帝讲，我相信因着主的话的权柄，我必得医治。这是伊嘛相信，正当因做伙俄罗主医治伊的病痛的时阵，一个对上帝来的新生命直冲进入伊的规个身躯。自从对迄天早起，直到今仔日，已经过了42天。
42档，教业证明伊的意志是安那，永远的是真正好起来。最后请看，当牧师，当我伫以前当我伫福和教会伫服侍，福和教会伫永和伫永和，有一天我去新店更新医院探访欠安的姊妹。当我要为伊祈祷的时阵，伊的新妇就先将我带到病房的门口，并且分享伊的妈妈的病情。伊讲医生有吩咐，伊的妈妈只剩了2个月的生命，叫我尽量莫祈祷，叫我尽量唔通祈祷讲伊的妈妈的病会当好起来，尽量祈祷啥物？求上帝赐伊平安，有备心就好。各位，如果你是牧师，你会怎样祈祷？你会按照伊的新妇的建议来祈祷的人举手。多谢。毋过，我会当甲你讲一件代志。对迄天以后，我每个探访的时阵，我拢毋敢讲上帝来医治，对毋对？毋是。我每个若探访伊，我每个拢奉主的名祈祷，牵伊的手，求主来医治伊的肝癌，恢复健康。感谢主。这个姊妹最后活偌久？无简单活2个月，无简单活12个月，是搁活24个月。而且佫常常来教会祈祷敬拜上帝，佫带领伊的丈夫来信主安尼。抑佫有一位伫马街病院加护病房的姊妹，家属集合伫病房的门口。当我来到病房的门口，我来探访的时阵，这个姊妹有开无力的讲：牧师，我拢甲阮囝安那吩咐好啊，交代好啊，提醒好啊。会记得找挂牧师来帮忙我做啥物礼拜？我拢讲好啊，我台湾囝拢讲好啊。会记得找你来帮忙我做个别礼拜。结果我安那祈祷，我要安那祈祷，我就求上帝予伊安那平安去，对毋对？毋是啦，毋是，我毋是安尼祈祷，我就奉主的名欢手为伊的病痛祈祷，为伊的最医治的祈祷。求上帝医治大开咱的手来拯救伊，帮助伊。2个月后，这个姊妹打电话来给我，来给牧师讲伊安那，伊毋是伫天堂哦，无，已经安那平安出院，而且已经恢复敬拜上帝的生活。阿们。证明圣经应允咱奉主的名医病，病人就好，这是千真万确的福音。阿们。所以，咱应当大胆宣告：信靠主的人有什么亏难？就是奉主的名有医病的亏难。所以，主日礼拜了后，等一个，咱主日礼拜了后，如果有人，如果你有需要，我愿意为你按手祈祷，我愿意为你服侍。我是讲礼拜三，毋是即马我是讲咱等下礼拜三，我愿意为你祈祷。因为咱信靠主的人，咱会当奉主的名医病，靠主来得胜。阿们。结尾来讲，有一个丈夫，因为太太要一领高级高级的貂皮大衣，来大发雷霆，去甲普条讲：你为什么这么容易是魔鬼的迷惑？我毋是甲你讲过。当物一个魔鬼拿来迷惑你的时阵，你就要安怎？用意志力叫伊安怎？叫伊死到后面去。我有啊，太太无停的提口讲，我叫伊死到后面去，但是魔鬼伫后面探头讲：哎呦喂啊，后面的物件啦，后面的物件水到不得了，后面的物件水到挡袂牢。各位，最后这个小故事咧启示咱一个功课，确实要抵挡魔鬼的诱惑，有简单无？无简单。你讲是啊，毋是？毋过感谢主，今日上帝福音甲咱讲，要抵挡魔鬼的迷惑，这是有可能的；要赢过撒旦的能力，这是有可能的。
因为上帝的生命今仔日就要点伫你的内面。当你凭着信心、爱心，奉主的名祈祷，赢过撒旦的能力就会彰显出来。什么可以啦？哦，咱来学习一个好无？哦，咱每一个信靠主的兄弟姊妹，拢赢过撒旦的能力。到三方面：第一，咱会当奉主的名赶鬼；第二，咱会当奉主的名讲新方言；第三，咱会当奉主的名医病。愿主的话真做咱的气力甲帮助，祝福每一位兄弟姊妹，靠着主的话，过着喜乐平安的生活。咱同心来祈祷。主耶稣，感谢你的听，阮伫你的面前来敬拜你、服侍你。主啊，伫这个农历的7月、几月，阮台湾人侪人行也无平安，这也袂当做，遐也袂当做，这禁止，遐禁止，这无方便，遐无方便，心内真艰苦。但是今仔日，阮信靠主的人，最大的福气就是主，你就是阮的平安。主，你就是阮的倚靠，阮倚靠主就赢过撒旦的能力，阮倚靠主就会当过着喜乐平安的生活。主耶稣啊，求你即时将平安放伫阮每一位兄弟姊妹的心内，放伫阮的身上。主啊，阮软弱无够格，我们相信，我们迎接主耶稣，真做阮生命的救主、医治的救主，来享受阮有喜乐平安永壮的身躯。阮感谢主。愿主你使阮看顾，祝福阮的教会复兴成长，祝福阮兄弟姊妹有幸福美满平安的生活。祈祷恳求感谢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回应诗551首，好大好大灵基督，因全首请起立。请坐。今日是教会甲社会奉献主日，咱有外口
招来倒有即种奉献袋啊，若要奉献的，会使甲奉献袋啊来奉献。即是咱请奉献的同工来备办，今日奉献。咱请起立来吟奉献的诗歌。这是咱拍开周报下面有今日的金句，咱来念台语念一遍，请。我已经予恁有权通打蛇甲吉仔虫，野骨直的总统的贵力，我断无一项会害着恁。路加福音第10章19节。这是我来介绍新朋友甲消息报告。今日有一个新朋友是印尼的华侨，伊伫2天后会转去印尼，伊经过遮，伊认捌咱教会的怡娟牧师，伊是蔡炳尼，咱欢迎伊。好，伊的职业是老师哈，愿上帝祝福伊，转去平安转去到印尼，然后有水的服侍。这是咱拍开周报来看咱教会的消息报告。第一项，今日是教会甲社会奉献主日，咱欢迎三角埔教会瓜主董牧师前来讲道，咱搁一摆用呼个声来感谢伊。咱嘛为着这个奉献来祈祷，吼，甲奉献支持这个事工。第二项，9月初1下晡1点半要召开中执会。咱本会新任的小议长是杨承恩牧师主持。咱请中执同工毕凡生来出席。第三项，圣职奖学金申请对9月初1甲9月22止。申职这个条件甲评量的方式咱家己来注意看吼。第四项，每礼拜3暗时8点有读经祈祷会，欢迎大家踊跃参加。第四项，财务的会计报告咱家己来过目。搁有咱顶礼拜有一个新朋友江全族弟兄，毋知有来甲咱中间无？好，今日无来，还愿主祝福伊。
团契消息，上年团契台语礼拜结束了后，伫1楼举行例会。遗体相通的部分，请咱逐日伫灵修的时，大家关心带倒。教界消息，9月初1，上午9点到12点10分，台北中会传道部举办的初阶中级训练会，请中级同工踊跃报名，报名到9月初1早止，地点伫大丁町教会。以上，咱来吟马变诗，圣诗391首，吟诗煞，请牧师来祝祷。咱有缘徛地，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祝福。主耶稣，阮感谢学到你的听，伫主你过活得胜的日子，主耶稣，你将赢过撒旦的溃力，遮尔要紧宝贝的福音来享受互阮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上帝疼痛、圣神的相通感动、喜乐、平安、健康。甲咱兄弟姊妹同在，特别甲咱罗州教会复兴同在，对答直到永永远远。阿门。大家请坐，密道闭会。